人心一旦受伤，纵然再多的弥补，也无法让它回到最初的纯粹，犹如破碎的玻璃，即便细心拼凑，裂痕仍旧清晰可见，再也难以恢复原本的通透。信任一旦崩塌，再多的解释也显得苍白无力，因为当真诚被辜负，便再难生出最初的相信。情感如牙齿，牢固时觉察不到它的存在，一旦掉落，才明白它的珍贵。而强行补救的假牙，即使外表再逼真，也无法取代原生的真实。人的心灵也是如此，一旦某段感情走向破裂，再多的弥补也无法让它回到曾经的状态，因为受过伤的心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毫无保留的信任。两个人的关系一旦少了信任，便如同缺失关键支柱的桥梁，终有一天会不堪重负而坍塌。当彼此之间失去了信赖，即便再多的解释和保证，也无法重塑过往的默契。心与心的距离往往在一次次的谎言中被拉远，当诚信被消耗殆尽，关系也就随之崩解。诚信是维系人际关系最重要的基石，一旦谎言出现，即使对方再愿意给予机会，内心仍会存有一丝不安与怀疑。那种微妙的变化，虽然表面不易察觉，却足以让一段关系逐渐走向陌生。真正的情谊是建立在信赖上的，一旦这份信赖被击碎，即便表面仍维持联系，内心却早已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。当一个人选择对信任自己的人撒谎，便是亲手毁掉了对方给予的真心。信任的建立需要时间，而摧毁却只在一瞬之间。当诚信遭到背叛，再多的弥补与承诺，也无法让被伤害的一方重新交付全部的信任，因为一旦意识到对方可以欺骗自己一次，便无法确保未来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。而对撒谎的人来说，即便一次谎言得逞，也终究会有被揭穿的一天。诚信的缺失不仅影响了别人对自己的信任，更让自己逐渐失去值得信赖的朋友。当一个人习惯于用谎言包装现实，他最终会发现，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关系都是脆弱且不堪一击的，因为那些因欺骗而维系的感情，经不起任何考验。心灵的契合来自于彼此的坦诚相待。当两颗心之间失去了共鸣，即便用尽千言万语，也无法弥补那份曾经存在的默契。真正能让人感动的，不是华丽的辞藻，而是真挚的行动。当一个人选择诚实，哪怕言语朴实无华，也能让人感到温暖。而谎言即使包装的再精美，也难掩内心的虚伪。真正的信任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安全感，而不是来自对方的承诺。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失去了这种安全感，那么无论对方如何解释，也无法让他再度放心。因为信任一旦被伤害，内心便会产生防备，而这种防备最终会导致关系的破裂。人际关系中，信任的分量远比表面的亲近更重要。或许曾经两人无话不谈，彼此分享生活的点滴，但当谎言出现，即便仍保持着联系，心里却早已不再如从前那般依赖对方。这种微妙的变化，就像一座桥上的裂缝，看似无伤大雅，却随时可能崩塌。守护信任需要用真心去维系，而非靠虚伪的包装。当一个人选择以谎言掩饰现实，他便应该意识到，总有一天这份谎言会让自己失去最重要的人。因为真正的感情从来不是靠欺骗来维系的，而是靠彼此的坦诚与理解来建立的。对待信任自己的人，唯有用诚信回应，才能让这份信任长久不变。而对于那些习惯撒谎的人，则应该保持警惕，因为一个习惯欺骗的人，终究会让你在最需要依靠的时候感到绝望。关系的维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努力，而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的珍惜与信守之上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像一张纯白的纸张，一旦被褶皱，即便试图抚平，痕迹仍旧无法消失。诚信一旦遭到破坏，再多的弥补也无法真正让关系回到从前。这正是为什么在相处中，我们应该谨慎对待信任，因为一旦失去，就再也无法找回最初的美好。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，信任都是一切关系的基础。当彼此之间失去了这份信赖，哪怕仍旧保持联系，内心却早已变得陌生。真正的情感不是依靠甜言蜜语来维系，而是透过一次次的行动，让对方感受到踏实与安心。信任的建立需要时间与真诚，而摧毁却只在一瞬之间。当一个人选择用谎言来应对，便等于亲手毁掉了一段关系。因为信任一旦受损，哪怕再多的补救，也难以让对方全然释怀。真正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的理解与尊重之上，而非单方面的妥协与欺骗。当我们对他人诚实，才能赢得真正的信任。当我们珍惜对方给予的信赖，
才能维系长久的关系。唯有诚信，才能让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不被误解与谎言拉开。这世上最难能可贵的，不是金钱与地位，而是当你信任一个人时，他从未让你失望。